摕到汉家详细检查庙内遗属，即经金华府伫2002年指定做市定古迹。因为欠缺文字维护保存观念，文化部文字局办理科学保存工作坊，对五条港金华府的历史工区安排2场理论课程，也有形象修复、沿海状况检视及遗属变开分析等实作。我们会依据每一个地方安排不同的课程，去符合他的需求。古迹跟我们一样，生老病死啊，生的时候我们都不在。老的时候我们有看到，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，不要让他死，所以说文保来领导，这是一个散播文字的种子。这间庙位伫新隆街，对1830年高达有200多栋，是府城罕见以府号名的庙宇。唔那是五条港五大族群构成的守护庙，更见证台南市五条港的发展历史。咱这庙宇也是对长山过台湾这个故事、这个传统、这个典故内面引进过来，来到咱遮，所以讲，伊是直接伫因本地，原地因本地课价的制作，都要请过来。古迹爱好好保养，才会当传传落去。希望透过工作坊的实物课程，互地方社区会当更深入了解、关心、参与文化资产永续保存维护的工作。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。